今天来到我们展位分享的是一位来自对面展位的义工。几天前，他带走了一台播放器，回去后每天反复聆听，甚至睡觉时也一直播放。这次再次来到我们的展位，他说了一句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话：我走遍整个会展中心，都没有一家机构像他们这样。究竟是什么让他發出這樣的感嘆？讓我們一起聽聽他的分享。我早幾日咧攞咗你啲頹機翻屋企咧聽啊，我覺得聽咗之後咧就會好舒服啦嚇。跟住我又忍唔住行到邊度聽到邊，甚至到瞓覺都聽，感覺到哇！即係值得要介紹啲朋友過呢間公司度參觀下，佢哋嗰啲服務態度好好喎，同埋佢哋。我問過佢哋真係唔使錢嘅喎，見到佢哋一路咁派嗰啲免費禮物俾人，佢嗰啲禮物都唔平㗎，都好貴㗎，同埋即係幸運呢個會展書展都唔冇幾多間能夠好似佢哋公司咁樣，真係咁捨得。我初初有啲驚嘅，但係覺得哎呀，原來我鄉里啊，東莞嘅人都有份喺度，我更加好安樂好安心咁。跟住又專登咗嚟聽下嗰部機講嘢咯，覺得好好，係。唔該晒你啊，唔使嚇，唔該晒。其實呢間公司咧，要我就感覺到好安慰啊嗰啲咁，因為我喺隔離咧做義工做咗幾日，咁。見到佢哋嗰啲義工啊嗰啲咧，真係好落力、好積極咁樣，將嗰啲禮物派俾人，一分錢都唔會收佢哋嘅任何人。嗰啲嘢啊、嗰啲機啊嗰啲，我都忍唔住攞咗部機翻屋企聽。我覺得聽完之後咧，好舒服，好好喎嚇。咁瞓覺都聽，感覺到 OK 啊。跟住我唔使做義工，我專登咗嚟聽下嗰個。大機感覺到更加好似催眠咁樣，好舒服。聽到嗰個師傅講嘢啊啲咁，感覺都好好嚇。希望第日帶啲朋友過去呢間公司參觀下，同埋觀賞下嚇。好多謝你哋。好，唔該晒你啊。